我们在座诸位法师、各位莲友们，所有全世界各地的佛教信徒，大家早上好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很高兴利用今天一大早呢，吃饱饭了我们都闲聊了。那我怕说时间浪费，所以我们呢就写一张。这是善导大师所开示的内容跟他的法语。那么善导大师我们都很清楚，他是阿弥陀佛的再来人，所以他悲愿广大，慈悲无量。他一心为了众生，不忍心众生受苦，不忍心众生堕落轮回，因此他倒驾慈航，来这个世间讲出这一些非常微妙的道理。修行的重点都告诉我们了，他就说了：普劝众生护三业，我们要想尽办法来劝导所有的众生，要护三业，保护你身口意，叫做三业。身不要做坏，口不要说坏，意念不要去想坏，把三业保护好、照顾好。行住坐卧就念弥陀。不管你是在行动中，在走路，或者是你住在房间里面，你是坐的或者睡的，躺在床铺上，你都应该要念弥陀。赶紧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不能离开佛，不能离开名号，随时随地要念佛。一切时中忆第一。为什么一定要念佛呢？因为我们要随时随地想到那个地狱太痛苦了。释迦佛陀在为地藏王菩萨开示，为他母亲开示讲地藏经的时候，就讲到那个地方污浊肮脏，非常的黑暗凶恶，不停的折磨，那个痛苦不是说几万年呢，各位，几十万年的时间，几亿年的时间，好几劫，全部都在地狱当中受尽一切的折磨。你看刀山剑海，那个火炉猛火来烧你，所以你看那种地狱太凄惨了，你要求人帮助关心没有办法。所以一切时中随时随地你都想到这个地狱太苦了，太苦了。发起真上往生心，我们无论如何要打从心眼里面发起来，要真上，就要一直不断的提升自己，要往生心。我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往生那个心要很勇猛、很坚定、很刚强，我绝对不动摇，我一心就是发愿往生西方。为什么？如果我们不到西方，你想我们自己所造的罪业是无量无边、无穷无尽的大呀！如果你不好好念佛，靠这尊佛力的救度，我们一定到地狱去。那种苦不是你能承受得住的，一分一秒你都承受不了。所以各位，我们就很清楚这个地狱太黑暗、太污浊了，而且太悲惨了，太悲惨。誓愿不做三途业，我发誓，我绝对不做三途业。什么三途业？就是地狱恶鬼畜生。为什么会堕地狱？嗔恨心很重，堕地狱啊！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堕地狱啊！恶鬼道就是什么？贪了，贪太强了，因为这贪心都舍不得布施，从来都不为别人考虑，这个贪求无厌，各位，他永远不满足。所以在恶鬼道里面转世，他必须要偿还这种业障。你看，不是你的拼命占有，不义之财不可妄取啊！这不是正当的钱财，我们绝对不要随便去给他取得、占有它，这是不应该的。但是我们为了贪，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三途业，在恶鬼道、畜生道是愚痴嘛？为什么会堕落畜生？愚痴啊！颠颠倒倒的，是非不分，好坏不会选择，所以就为非作歹，胡作非为了，就变成做三途业。所以我誓愿发誓，我绝对不做三途业，这种贪心、愚痴心、嗔恨心，我绝对不愿意再做。人天乐报亦无心啊！不管当人或者在天上那种快乐的那种果报，
为什么人前世布施啊，但是他没有发愿到西方啊？你很有名望，很有权势，很有地位，你是非常有财富的人，但这个出生当人，你以为他很快乐吗？时间很短暂啊，刹那间他消逝无踪啊。所以当人，你虽然拥有的一切都不会欠缺，但是在世间都是幻化无常，没有办法真实长久固定的存在。所以你看，在你身边所拥有的一切，你到最后你必须要跟他告别，离开的时候一物也带不走。天，你说哎呀，我在世的时候我做很多行善，心存善良很好，但是你没有发愿去西方净土，你当个天神忉利天，在佛教就讲四体还因，就是玉皇大帝，他那边你看他的100天是我们人间的一昼夜，不管他的寿命，比如说是1000岁或者是10000岁，但是时间一到，福报享尽了，照样堕落。为什么我们会在那边？因为太幸福、太快乐了，他不懂得修行呢，在那上面完全都是放荡自己，他不懂得我要精进用功，我要好好的修成道业，他没有那个心了。因为那个环境太美好了，大家都很幸福快乐，每天逍遥自在，很安逸，他就没有心去学佛了。所以各位，那个福报一享尽就堕落，不管你当成人或在天神，那种快乐的果报，我也不要存一点点丝毫的那种奢望，想要大富大贵，想要当天神，我都不想要，我都不要，对不对？我无心，我没有那个心摆在这个上面，我不要。我一定要解脱，我不要受生受死，呼吁地狱常食苦。我忽然间我想到地狱那种长时间的、非常长久的那种痛苦，我一想到就毛骨悚然了，心惊胆战了，害怕到我根本心里面就非常的恐慌啊！你看。呼吁地狱常食苦，那种长时间在那个受苦的情况，想起来就相当恐怖，非常的惊吓害怕。所以不舍西夷忘安乐，不舍，我不愿意放弃西夷，就一点点时间，1分1秒我都不要忘记安乐。就我要到西方净土了，那一种最亲近的国土，那种不会生不会死，永远幸福到最后成佛的那种境界，我1分1秒都不能忘记，我都不愿意舍掉。所以你看，善导大师这么清楚告诉我们，你们听懂吗？听懂吗？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一点呐，不要再自己麻醉自己啊，以为自己我年轻，我还可以活得很长久，你在骗谁啊？说不定你明天你就完蛋了，你就往生了，你就断气了，你马上离开人世间了。因为生命是无常的嘛，时间是不可能再来的呀。各位，你不清楚说我什么时候会往生，你不知道的呀。所以我们要随时随地赶紧念佛，你一旦念佛，佛一定无论如何就救度你。各位，对不对啊？你们听懂没有啊？所以要不要认真念佛啊？你现在这个年代，如果你不念佛，你不靠佛，不祈求佛来救度，什么办法你都走不出去的。没有一条路你可以选择的。叫你修说心要清净，你做不到。你要修戒，把持戒持得很干净，你做不来。各位，你要布施，一定要去行善，你根本没有这个能力，你心也贪求，你根本就割舍不了啊。所以你看，你任何一样修行都没有办法做，修5戒、行10善，你都没办法做，那你怎么跟道业能相应呢？你不能相应，那你永远就要堕落，永远6道轮回，永远受苦了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唯一能够解脱、救度我们这种罪恶的凡夫众生，唯一的办法就你赶紧念佛，没有第二个办法了。这是我们这种年代的众生根器很糟糕、很差劲，不符合修道的标准。我们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人。你看，佛都不放弃你，只要你念佛，我就救度你。你不抓紧这个机会，不把握这个因缘，各位，以后我们的命运是坎坷了，是非常黑暗的，是非常痛苦的。各位，你们听懂没有？好，听懂。好，阿弥陀佛。